我以禱告愛媽媽，從10個方面為媽媽禱告。喺馬太福音19章19節提醒我哋，當孝敬父母，又當愛人如己。呢一句經文睇嚟好容易，但係做起上嚟就唔係容易嘅事啦。如果冇上帝嘅幫助，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呢？就讓我哋透過默想上帝嘅話語，從10個方面為媽媽禱告，以禱告嚟報答媽媽對我哋嘅愛啊！願媽媽享兒孫福。喺馬可福音7章1至13節咁樣講，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，到耶穌那裏聚集。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。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，若不仔細洗手，就不吃飯。從市上來，若不洗浴，也不吃飯。還有好些別的規矩，他們歷代拘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銅器等物。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：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，用俗手吃飯呢？耶穌說：以賽亞指着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。如經上說：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。他們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們是離棄上帝的誡命，拘守人的遺傳。又說：你們誠然是廢棄上帝的誡命，要守自己的遺傳。摩西說：當孝敬父母，又說：咒罵父母的，必治死他。你們倒說：人若對父母說，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。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。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。第13節，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，廢了上帝的道。你們還做許多這樣的事。分享主題：年老的一輩。喺可以這樣老去呢一本書當中，作者馬利派佛就拜訪咗一啲70幾歲、80幾歲，甚至90幾歲嘅老年人。呢啲老人家喺生活中都面臨住各種嘅困難。派佛就咁樣講啦：我好想了解呢啲老年人。我哋呢一個社會嘅組織方式，並冇照顧到老年人嘅生活需要。嗱，據佢嘅觀察呢，問題嘅根源係在於年輕人同老年人處於相互隔絕嘅狀態之中。其實咁樣對雙方都係冇好處嘅。至於而家嘅社會現象，並唔係人刻意造成嘅，而係大多數人的而且確，佢哋忽略咗，甚至逃避佢哋對年老人應盡嘅責任。喺耶穌嘅時代呢，法利賽人就巧妙地躲避咗家庭嘅責任。喺馬可福音7章9至13節裏面，主耶穌就指責佢哋遵行將財物奉獻俾上帝嘅律法。嗱，佢哋咧當時稱嗰啲財物咧就為各耳板，但係就卻唔願意用自己所擁有嘅資產去供養父母。佢哋奉行傳統，但係卻違反咗當孝敬父母嘅誡命。嗱，我哋嘅小朋友，我哋嘅工作同埋各種教會活動，
都可能使到我哋呢非常之忙。但係咁又唔代表我哋唔需要盡自己嘅能力去奉養年邁嘅父母㗎。同樣，當我哋逐漸邁入年老嘅時候，希望我哋都已經為自己嘅兒女立下好榜樣啦。各位朋友啊，讓我哋不妨問下自己啊，對我嚟講，孝敬父母係意味住啲乜嘢呢？咁當我同媽媽嘅意見不合嘅時候，我又點樣表達對佢嘅尊重同關愛呢？喺提摩太前書5章8節提醒我哋：人若不看顧親屬，比不信的人還不好。邀請你，我哋一齊安靜為我哋嘅媽媽禱告啊！至高嘅上帝啊，你曾經應許我哋若果孝敬父母，就會得福長壽。不過呢條誡命睇嚟似乎好簡單，不過進行起嚟真係有難度。有時候我真係覺得媽媽有啲囉嗦，所以就唔願意好好聽佢講說話，甚至對佢失去耐性。有時候我又急於想改變媽媽一啲嘅做法，所以唔小心都會引發爭執同衝突。又有時候因為我忙於工作或者照顧小朋友，不知不覺就忽略咗媽媽嘅需要。每當我軟弱無力嘅時候，求你施恩賜我力量。讓我哋安靜片刻，呢段時間為自己禱告啊！親愛嘅上帝，求你將屬天嘅智慧賜俾我，使到我知道應該點樣體貼媽媽嘅需要，帶俾佢歡樂，唔好讓佢擔憂。求你亦都幫助我好好孝順爸爸、我配偶嘅父母以及家中其他嘅長輩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但願上帝嘅愛澆灌喺我哋心中，讓我哋懂得點樣按照上帝嘅心意去愛我哋嘅媽媽。咁喺呢一度約定你，我哋聽日繼續從10個方面為媽媽禱告，以禱告去奉上回饋對媽媽嘅愛。願上帝賜福於你。